哥林多後書第5章，愛到地，愛到所吃，在這地上嘅帳篷，那是拆鐵，上帝會賜愛到天堂嘅屋，係其所喜，永遠存在嘅。愛到這下，在這位淘汰去，親像愛吃天堂嘅屋，像愛作衫一樣，做好後就唔會打擦薄。愛到係在這地上嘅帳篷度，像係把燈重擔淘汰去。這唔係講愛脫下地上嘅身體，係愛作屬天嘅身體，是會朽爛嘅本生命吞滅。上帝親自操手愛到來接受這個變化，其屬聖靈本愛到做擔保，所以愛到一直按好擔，愛到地係在這身體地背。愛到就是離開主為愛到準備嘅處所遠遠，因為愛到行事做人係憑信心，唔係憑所看嘅。愛到親好擔，樂意離開這地上嘅身體，去同主共下吃。最重要嘅係，無論係在這地上嘅身體地背，也係作屬天嘅身體，愛到決心愛本主歡喜。因為愛到隆重而企在基督嘅面前，受其審判。每個人愛照本身在世間嘅行為，係善也係惡，接受報應。愛到既然地愛樣般敬畏主，就勸話人，上帝完全認識愛到，愛希望你到也對心內認識愛。愛到唔係愛對你到在隨見自家，係愛本你到有誇口愛到嘅理由，本你到有花好恩看重外表，看強內心嘅道人。愛到那不點係為到上帝嘅緣故，愛到那傾向係為到你到嘅關係，因為基督嘅痛錫催逼愛到，愛到清楚地一個人對眾人死，所以眾人隆重死咧，佢對眾人死，愛本嘅道上等嘅人。無在為自家生，愛為嘅推基督死又復活嘅基督來生，所以愛到從今以後唔用人嘅標準來看人。雖然愛到是用人嘅標準來看基督，總係底下愛到無在按樣做咧。無論乜人，那同基督結連，就是新創造嘅人，舊嘅已經過去，全部變做新嘅咧。這一切攏總係上帝做嘅，佢通過基督使愛到老其復活，又將勸人老其復活嘅職務授本愛到。佢喊愛到傳嘅就是上帝通過基督同人類建立復活嘅關係，佢無愛追究基督嘅過犯，佢也將這復活嘅道理交託愛到，所以愛到做基督嘅大使。就像上帝通過愛到來勸義道一樣，愛到對基督求義道，愛留上帝復活。基督係無罪嘅，仲係為到愛到，上帝喊佢把愛到嘅罪，使愛到通過佢同上帝有正確嘅關係。